篇。酒店 check out 之後，我哋去咗馬灣1868啊！喺馬灣公園行過去，大概5分鐘嘅路程，就嚟到呢個咁靚嘅彩虹村莊啦。首先見到嘅係紅樹林小濕地，再行遲啲就會見到呢個正門雕塑。今日好好天啊，影相好好睇啊！馬灣1868係將村屋翻新，成為咗文化藝術村。喺彩虹村莊同馬灣大街嘅村屋嘅外牆都油上咗5彩顏色，有啲仲畫咗好靚嘅壁畫添啊！佢哋都有唔同嘅主題，每幅作品都好特別啊！呢度仲有好多藝術小店，賣手工藝品或者有工作坊。嚟海邊餐廳坐下都幾舒服㗎。呢度仲有一個好正嘅吸水門海景，俾大家打卡。想了解更多馬灣，可以入嚟呢個小展館。呢度有馬灣金色照片，可以欣賞充滿歷史痕跡嘅馬灣，而家已經變成咗海島藝術社區啦。呢度仲有個集日點，我哋張明信片完成啦。呢度有好多打卡位同特色店鋪，我哋玩得好開心。馬灣分享就到呢度，歡迎讚好同訂閱我，記得 follow 我嘅 IG 啊！拜拜，下次見。